咁如果冇金融風暴，咁我就未必可以拍到呢一個尋秦記啦。97年金融風暴嗰段時間，我上馬來西亞嘅嗰時咧，我就喺馬來西亞拍緊嘢嘅。咁未有金融風暴嗰段時間咧，其實都幾好嘅，喺嗰度一路拍嘢啊，同埋即係都幾安定、幾穩定。直到97之後，就金融風暴嚟啦。一嚟到之後，我就覺得死啦，點算咧？因為好多電影公司啊，或者製作公司啊，開始頂唔住呢個金融風暴啊，開始慢慢即係要撤資啊，要成。咁我就喺度諗，咦，咁點算咧？跟住就返咗大陸。喺內地咧就拍咗一個劇，咁拍完個劇之後，我就點咧？因為我太太嗰段時間啱啱就生咗 BB， 生咗個女，我諗唔得喎，我唔可以長期喺嗰度，我一定要翻嚟香港喎，我要睇住個 BB 成長喎。跟住我就再翻嚟啦。我翻嚟之後咁啊同 TVB 傾啦，咁 TVB OK 啊，可以啊，入嚟啊，拍古裝冇問題。咁第一部咧就係四大才子啦，咁第二部就呢個尋秦記啦。25年之後再開尋秦記電影版，基本上咧。我對項少龍嘅心態咧，完全咧係冇改變過嘅。我一直對佢忠心，對即係好敬慕呢個人，好尊重呢個人。咁你話要改變啦，25年咯，25年之後個人會成熟咗啦。即係我知道古生佢會再開電影版，其實心目中咧都想再做翻呢個陶總管呢個角色，因為好難㗎。開一個20年前嘅劇，20年後再開一個同一樣嘢嘅尋秦記嘅電影版，要拍翻同一個角色。基本上係一個好難嘅事嚟嘅，咁所以有咁嘅機會，當然而家想拍翻啦，咁啊當係完咗自己一個夢啦，一個回憶啦，同埋好多觀眾嘅一代人嘅回憶啦。嗰時我拍緊個回家，咁啊同公司可唔可以請假咁樣？咁公司好，跟住就好啊，放我咁樣咯，放我去拍8日啦。係啊，所以嗰段時間咧，我係好短嘅，我拍咗4日到啦，能夠參與到尋秦記已經 OK 嘅啦，我即係唔介意多定少。有份參與呢個電影版，25年後嘅電影版，我覺得我已經係好滿足㗎啦。咁仲有咧，因為當時嗰個環境嘅25年前咧，國內嘅環境嘅唔係話真係太好。咁我記得就係因為我哋拍完嘢，我哋慣咗，因為我哋香港人啊嘛，拍完嘢就慣咗去沖涼。咁但係咧嗰度沖涼咧已經有限制。當然啦，佢哋會煲大烹好多好滾嘅水擺喺度。咁但係我哋沖涼咧就一個花灑咧，但係要踩住個泵。要踩住個泵嚟沖涼，咁你諗下啦，當然啦，男女㗎分開啦。你諗下一收工，成組戲演員加埋工作人員幾十人咁，大家咧快啲啦，輪住沖啦咁樣。當然我哋嗰個沖涼房咧有好多嘅，有成我記憶好似有成8個至10個人可以沖涼嘅。咁但係沖下啲熱水都慢慢冇啦。咁成班去到中段到啦，嗰班人咧就開始冇辦法啦，即係唯有咁啊沖凍水啦，沖住凍水嚟嗌啦，哇快啲啦咁樣。我試過我最快沖一次涼應該20秒到啦，20秒冇辦法，你哋頂唔順，因為太凍啦。夜晚沖涼喎，仲要係響內蒙喎，叻咯，佢真係好叻㗎。由同佢一齊開始拍尋秦記，已經感覺到呢一個人咧，佢個智慧。即係唔同嘅，因為我哋拍尋秦記，我哋好跟劇本，有時冇辦法啦，有時要跟㗎嘛。咁但係佢會令佢創新啲另外一個思維出嚟，佢要將呢個現代嘅人嘅嘢會擺落去，得唔得㗎？我點接你啊？得㗎啦，你照講啦。咁我就好啊，試下咁其實出咗嚟效果，佢真係好好，同埋好自然，同埋呢個穿越劇咧係一個真係第一部，之後完咗之後咧。四方八面都好多人都去拍呢個穿越劇，但係拍出嚟嘅效果都唔及尋秦記呢個效果係咁好，所以我覺得佢真係一個智慧係好高好叻嘅人。咁到今時今日，佢可以成為一個電影嘅大亨，咁呢個真係唔使講啦，佢真係證明咗佢嘅本事啦。今年係歐瑞偉加入無線40年，除咗90年代末佢曾經離開過5年，佢對無線心態同陶總管一樣忠心不二。呢40年間，歐瑞偉參演過約160部劇集。如果要去揀選心水代表作，又會有邊幾部呢？尋秦記當然係我代表作啦，呢個其中一部嘅代表作啦。我另外有幾部我自己都好中意嘅，咁我唔知係咪叫做代表作啦。城寨英雄啦，活仔高老闆、楊老闆啦，咁仲有同盟啦，保護阿鮑姐嘅保鏢啦，易先生啦，咁唔使講啦。最後咁梗係愛回家啦，愛回家 case 其實做咗已經係13年啦，12年已經開始第一輯愛回家，第二輯就係百事入席，第三輯就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咁整整係呢段時間已經做咗13年，都係做 KC 同埋 Terry 呢個角色，所以對我嚟講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大嘅代表作咯。咁其實仲有好多我自己都中意嘅，咁但係都要人認同。